位下载好面些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明珠。来自南投纯青的奶牛，种出来有台湾清好的五谷之王好名声的凤玉米，是伫台湾自然农法种出来的产物。细细粒的沙煲榴弹滋养当丰富的腐皮，米丝当香，口感又当 Q 哦。另外，元旦产地东南亚热带地区的菠萝蜜，虽然讲传到台湾的时间已经记唔得咧，不过因为果子当贴片，米丝又当香料，两下已经变做是菜地的特产之一了哦。今日就听到民族，向下来去南投，你品尝假使无便宜的凤玉米，含个气色香甜，入菜过后凤米又当贴片的菠萝蜜料理，来领。南投是伫台湾嘅地理中心，园内80%以上係山派，整件係高山煙哦。經過幾下百年以來嘅移民融合，菜地嘅原住民雖然留後來嘅平埔族漢人喺平洋向向下生活，不過各個族群同樣保有原來嘅莊頭和文物世界，做出為豐富嘅人文景觀。嘅路巷淳樸嘅人情，行卡喺南投常見嘅素菜。今日有前面嘅鳳嘅玉米啊，老太狗又都要到邊落去看啊哦。Hello， 林太狗 ，Hello， 你好。戴帽啊，年年。啊，我見面禮哦。哎。哇，我都要到邊呢條真係東來咧。係啊。林正鳳太狗，米農客家人，今年美國。提升作物嘅品質、產量，來維持自然生態嘅平衡，同樣重要。最近幾年以來，三網推廣有機栽培技術，而親密嘅目標就是希望做得本台灣變做一個強嘅有機島。除咗也以外，對種鳳玉人來講，佢咪係一個專業級嘅藝人咯。不過到你頭下，我來尋日嘅。說是很特別又很珍貴的鳳玉米，你敢有種啊？有啊，睇後擺。這些就是哦。有係啊。哇！那唔係無嘅哦。哎呀，人家都說我講係啦，都係個無嘅耶。哦。因為我看你怎麼長得跟雜草都一起耶。因為你那係有機嘅，哦。所以你冇噴除草劑。是。所以間草向下生，草你用人工來割。但我手上拿的這一顆幾算係熟的嗎？你有黑色的，那有熟的，像那種長的有很點熟。長一點一下，是不是？哇，所以說，安捏的甜食，它因為一般像水稻啊，又全部都要有陰的一些水。安捏的甜食中間講幾麼細的？那個今一年種兩季又有分水的跟旱地的兩種。是。你那種算旱地的，唔算多水唔怕的。哇，有分兩種，至少係品種的檢查咯。品種相同，種法兩種又可以種。咁種玉米咁有鳳玉米，它有分品種嗎？冇分，因為那鳳玉米喺台灣特有種，其他地方冇。那係本來係原住民嘅東西。你台灣嘅農業技術，咁慢慢嚟轉化，見平地嘛可以種嘅。是。來看啦。昨天明朝就有記錄講，這樣是鳳玉人喺台灣嘅種植記錄，就因為上帝三亞之間冇做到嘅栽培管理，真冇本人重視。1980年開始，為了配合政府推行嘅無田轉造計劃，開始喺阿里山尋原生野生嘅意義，經過長期之中改良過後，將做得啲草屯嘅奶肉度上緊落檔。太狗清杯米，俺想會強告你哦。這個紅衣人呢，因為我還沒有見過他的真面目，難道是說給老給鳳蛇散褲脫口就變白衣人嗎？講錯誒，唔係按你講嘅。不是這樣子，也是因為鳳衣人台灣少，所以大家唔知。是。其實也拍一年，大陸種嘅大陸釀油。哦，所以是不同品種誒。冇相同。所以一剝殼剝開了以後，嘛相同係紅色。哇！唔會變白色。他就是一個徹徹底底是紅色的藝人這樣子。錯。故說安永太家就了解哦，其實了解種稻米不一樣，不是說脫掉一層就變什麼胚呀、米呀、變糙米這樣，不是。其實就是鳳玉米就是一種品種，它嘅是另外一種品種哎。好。
做得8可以看吗？可以啊，嘛可以试看呐。好硬哎。嘿，所以太好要用机械。哦，这还要用机器来脱壳就对了。哎，可是这是白白的耶。也唔睇啊，像模一样的呀，也係米醬一樣燒嘅這樣會變粉色是嗎？燒要變黃粉嘅，這個呢有甜味。哦，有機嘅因為有甜味。甜甜甘甘的。哎，錯啦。好特別，而且也個係還蠻熟的哦。到熟的又是不同味道，是不是？熟的安尼可以直接做五穀米來食。哦，嘛可以做雪花片、葱迄個來食。那到底一年做的菜蔬幾多擺咧？1年2擺，將近菜蔬迄差不多再休息1年又開始種。是。種誒差不多到10年、4年可以割嘅。馮醫年對種都早，差唔多愛120年到180年左右邊呢。泰國講，喺台灣種有機以南，愛是睇當地人的老成本。唔過啲生態環境冇平凡，老是按問題漸漸令本人從事嘅一下，有越來越多嘅農民漸漸改變以前嘅種法，用生產自然安全嘅作物做目標哦。哇，泰哥，那個做得落過咧，這個咧？哦，今全部韓國人都得啦，但係像幾啊粒黃誒，對啊，唔過泰國會韓全黃。對啊，弄法一起的油甜甜呢。因為辣椒甲改慢種誒。哦，那怎麼辦？我今天要來用誒。可能下一禮拜。哈。唔過工廠又改好誒，大家可以來看。是。唔過呢，我的天數改錯。哦，泰哥這邊，這些曹大哥對不對？哎呦，認真一起咯，還沒到啦。沒有這麼容易。大哥，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你。哦。像牛的鳳衣米啊，為什麼一般都台灣來說，好少人把它當成做真傳來食咧？原住民就會拿做主食，啊，你漢人是習慣食白米嘅呀。所以鳳衣人有的人基本有很前看過咁樣食啦。哦，所以見做主食咧，甲佢食啦。蠻按廣泛的被了解。大部分拿做藥嘅甲佢做啦。咁其實係良心也係熱心呢？而算混呢？混呢？哇，那這樣子就冇分季節來食了。係啊，都做得安呢。你嘛可以拿泡茶啊。所以薏米茶對身體嘛最好啊。好。養顏美容啊。越講越好，我就想要趕快除草，趕快去看那個。更有認真一些咯。好，我趕快過來。所以談到做得變強，姑娘嘅辛苦我都感念。條蛤蟆將摘下來嘅薏仁按到薏仁籽，行去經過洗澡、精米、脫膏也都上線，就做得保留滋養豐富嘅烘皮，變做粗薏仁嘅一種，就係俺講嘅鳳薏仁。除咗做得做食材，還做得老神機結合，萃取加有效嘅成分，製造出面膜、撈各種保養產品。離開林泰國，人哋學做料理了。哦，你來啦！來，看到。係啊，看到你興奮高興啦！咩都可以。係啊，咁你帶來呀，琪琪嘅鳳衣麵讓學做料理做得冇？冇問題。真的好。係，馬上就可以讓你處理。聽眾明泰國，廣東話言客家人，仲係笑面當親切嘅記，生嘅時節當接啲阿爸順康看主食，兒童木水之下。好多嘢一生好屬意，故說老記憶地度阿爸嘅意思，用自家嘅口齒創新，成功嘅老愛生命、老客家菜結合，混搭出樂趣嘅食物，好食到本人三馬就會囤落去哦。好，聽泰國呢啲主持講嚟做嘅係鳳衣仁蒸肉餅，對不對？係啊。好，今日嘅已經煎嘅4點鐘誒，做乜解要煎4點鐘咧？我煎4點鐘以上呢，佢就會開煮落去，就會熟。就會熟，對不對？今日嘅等一下來煮噶哈，這個肉餅的部分怎麼處理呢？肉餅的部分哈，先加糖。一些些糖啊，一些些糖。做乜要加糖啊？哦，加糖先到就會甜啊，就會有嘅減甜嘅味道啊。加晒嗰類減乜嘅咧？加一個太白粉。片啲粉落去，倒落去，才不會那麼那個咬起來會整個肉會散掉的感覺。還有要放什麼？還有再加一點用的調油，給它上點色。對，而且增加它的香氣。啊，好。那我們再拿個鹹鴨蛋。鹹鴨蛋啊，我攰啲俾攞落去行咁。先撈幾個
亂完，然後嘅亂拍混合來，混合來以後呢，一個亂拍呢，亂牆倒落來，亂牆倒落去。這應該也是要給它比較滑嫩，對不對？嘿嘿嘿，更加好食。好，殺過來咧。一個做撈佢撈圓。先攪攪啊，攪到完全攪圓，攪圓了，攪圓了再來碟。好，係啊，因為我愛搭白碟啊，都變成是笑話一則了。哎呀嘛，我已經壓邊都唔敢碟的，唔敢碟咯，因為全部會搬來大松田。不過我表現給你看一下，我對那邊看電影，可以嗎？冇問題，冇問題，來你試試看。好，哎，要拜看冇散出來哦，看來我有進步了。好，哦喲。牛肉碟浸過後，就得留本人破壞嘅組織重新結合，亂拍質增加粘性，本牛肉食起來口感好，還較成硬。撒下來，準備好嘅紅衣面拿到位鋪啲牛肉蛋糕，各用一粒生嘅鹹卵黃來提味，就做得送到農場地度等技術的。等嘅時間地度，我先留愛用嘅料理食材切好。我知道做食係一種記憶嘅延伸，用真正嘅成法，刻出唔攀的老懷舊嘅情感。好，剛泰哥讓他做的快速的炒飯呢，要先怎麼做呢？先放啲油，先放啲油，放點醋，再來呢一個蒜蓉，先倒落去，好，倒落去，還有下皮倒落去，煸香一下，煸香落下呢，錯噶，慢慢煸香，慢慢本啲香味，煸一下，煸一下嘅香味就出來，這樣做的。好，3種顏色的椒嘞，蔥落去，蔥花，好像蔥花落去，啲香味出來嗎？很有那種爸爸的味道。好，再來，倒落去，好，再炒，差唔多了，差唔多了，哈，炒，再炒，你好。五彩缤纷，还要先加什么？先加什么？先加这个乌木米。乌木米啊，好，先倒落去哈。做乜要先加烏木米咧？烏木米啊，係生嘅，生切做唔得，所以講我稍微可以做熟，所以講先放。殺過來要乜？殺過來呢，就放一個杏鮑菇，係啊，切點嘅條硬切嘅啊，係嘛，放落去，放落去，放來撈一下，炒一下，然後慢慢炒。差唔多啦，做得啦，再來就放一個薏米飯啦，煮好嘅薏米。好，再來呢，3種顏色的彩椒，從落去，好，倒完啦。蔥花，好像蔥花落去。蔥花，準備下嘅統統倒落去啦。好，倒落去，好，再炒。啲香味出來嗎？真嘅米頭同香誒。係嘛？很有那種爸爸的味道。係啊，哎呀。其實都講媽媽嘅米頭誒。因為係爸爸嘅。薄度五彩繽紛嘅食材炒熟過後撩起來，裊裊嘅香味衝過來，沙丁撈浸過嘅紅薏仁、椰肉、紅棗，撈手把所有嘅食材用落薄度溫到鬆軟。看等泰國煮食嘅世界認真嘅樣嘅，就算係簡單嘅料理，沙意味充滿嘅豐富嘅誠意，本來對唔出，想愛吃食也好明星。哇！天泰哥，真勁動聽誒！一個紅薏米啊，本編出按頭這麼輕鬆嘅料理，而且做的食的都完整的，有飯啊，然後有炒飯，又還有肉，而且還有湯誒。好，剛才先來試下嘅蒸肉餅好不好？做得。哦，大概蒸後這邊都很醬哦。那做的鹹貢啊，夾個肉都真係濃好誒。那個肉調味得很好，還加雙倍加一個紅薏米落去，紅薏米嘅香氣啊，比一般嗰種拍薏米它更香了，而且它又更 Q 更有彈性。除此之外呢，它不會那麼綿，它是比較有 Q 彈性這樣子。冇錯。
然後佢拍伊年嘅香米面。哦，香香。老底下尾嘅肉餅啊，因為肉餅係鹹嘅，上尾嘅伊面呢，因為越炒會越甜，越香。係冇錯。故說它交融在一起，就是一個很完美鹹甜搭在一起的搭配。組合一般都是做甜湯啦，做甜點，那做鹹嘅好少人去做。一個有按營養嘅東西咧，我就想到講，做啲鹹嘅咧，佢範圍個廣，大家食嘅人個多。所以講我也想到好多想辦法本佢做到其他嘅鹹變化，一個食到健康嘅東西咧，就想辦法盡量做到好食。大家食到好食咧，大家都健康。剛剛聽阿爸阿娘講到這個阿娘講到小咪咪，就知道煮東西帶給他很大快樂，這樣。嘿，我也好煮東西啦。好，那我來吃吃看這個黑炒伊米。一般來講，青島就是吃八寶粥吧？我阿娘用炒的耶。因為一個五彩繽紛，所以講喊做繽紛鳳伊年。哇！你真點做拿來做蒸炒，吃得飽哎！吃得飽哈！因為其他那種貴口的啊，那種很大口嘅鳳伊米，佢咬落去噶哈，我們知道講介於泡米到糯米之間呢，它變得是剛剛好的 Q 彈，而且咬下去那個甜味，懂咱們的。而且以前不會有用嘅下邊先去包香啊，會總想飲食。那麼你再放一點這個五彩繽紛的彩椒上去啊，會俾人家吃到講較解油膩。較解油膩，冇錯。所以講營養嘅東西咧，大家多食。多食嘅時候咧，而家做料理嘅方式，就會多變啊，大家就會多食啦。這樣唔會一成不變哈。就人家它就已經是嚟肉餅。鳳伊年台裡傳統嘅白米，白色嘅香米充滿地在空度。另外也出小小嘅鳳伊麵湯，滋補暖胃，清新甘順，係四季度合適嘅食補秘方。尤其因為鳳伊麵嘅口感成硬有 Q， 天天的咬層次豐富，老人熟悉落在白伊年原來嘅口感完全冇共樣哦。米絲當貼片係本人食到心肝化開嘅新食材。從阿娘的功夫，切對唔係一兩日嚟累積下來呀，絕對是好幾十年的功夫。對啊。你做50幾久嘅咧？做有20幾年啦。一開始做嘛會開餐廳咧？開始本來冇開餐廳嘅，因為呢嗰時候我爸年紀大了，80多歲嘅時候呢，冇人照顧。照顧我爸咧，我做女嘅時候咧，個生意就冇辦法做啦。我就想咧，我爸就教我煮好多菜，我也喜歡煮菜。我爸就講：你乾脆你去家可以嘅餐館一方面你可以煮本我食，一方面你又可以煮本披薩食。因為一個屬於傳承落來咧，自家食冇本人家食，也係一種嘅浪費。所以講阿樣我一講好，我就開始對人開店做生意啦。所以現在我們看到的當出菜地度都有一些爸爸嘅精神在裡面，是嗎？冇錯。爸爸嘅樣是傳本家，還有沒有跟你耳提面命，一定要該要堅持嘅事情咧？佢講做事嘅東西一定堅持咧，東西一定要為上，一定要為上。聽要好食唔好食嘅東西唔好做出來。做得嘅時候，你將端出來俾人家食。假使做唔得咧，你丟棄佢，重做過。係啊。我說，這樣是佢教我嘅一條事情，到底下因為你還沒做阿公嘅咩嗬？係啊，你都還印象很深刻。係啊，我也做阿公啊，我爸有一個傳承俾我也希望咧。我也有傳承俾我兒子，一胎傳一胎。係啊，有傳俾人來。有啊，我兒子攞嚟聽書做，我也叫他傳俾佢。一個廚房嘅事咧，都俾佢去主持啦。係啊，所以講符合一個客家人嘅傳承精神。其實都係那種簡單的事做下地度，啥看到嘅阿娘對爸爸阿公傳本來嘅，個傳本孫嘅，阿娘三代人嘅情感嘅。係啊。其實亞洲幸福其實都簡單吼。係啊。有時候人家都說木卡地度嘅幸福是從廚房開始的，
因为厨房如果大家一起家里面去他吃饭，跟他跟中国开情感又很加绵绵。冇錯。可是你们家不一样哦，你把这种情感还分享出一本懂得跟你了解。去食到一個菜。就像我们今天来吃，也像是吃到另外一種家裡的味道另外一種風味，唔同樣嘅風味。對，好，感謝你，我要再來喝湯。好，做得。一周嘅傳說，講定一段無平凡嘅生命故事。聽太哥記得家爸講嘅，想本大家食到好料理嘅想法，就留一份堅持，專做生活去圓滿，傳承本來嘢，希望來食飯嘅人，做得感受到啲屋下嘅小暖，留貼撇嘅好菜，但請有康健嘅土地，真做得有豐富嘅食材，行過各個鄉鎮。總係會讀到無計較理業，是為了實現理念嘅人，用松鼠變出本人洋氣嘅秘密。菜體種出來齊齊嘅風意味，滋補養顏，無論係做正菜係做點心，都當合適咯。經過料理農人嘅好手藝，變出來嘅全部就係康健有秘密嘅好料。接下來呢，民族帶領大家嚟認識菠蘿蜜。大家可以來當做榴蓮、果肉當香甜嘅水果，用作食材，又做得變成乜嘅上癮嘅好料呢？隨來去看咯。Hello，哎，民族你好，歡迎來了。你好，你好，歡迎來了。感謝，聽講啊，到亞頭啲南頭呀，種動到菠蘿蜜咧。嘿。條阿神太哥，菜體客家人，熱心出頭嘅佢，本業其實係上毒嘅，韓國種地位有經自家出嘅作物係家嘅興趣，對菠蘿蜜果樹嘅種出，雖然係青菜中得到嘅結果，不過有時候有關菠蘿蜜嘅知識、老問題，佢全部都講到清清楚楚哦。太哥，有冇南頭嘅特別種按到菠蘿蜜啦？哎呀，都你條歌吼，就常講，cái以你嘅種落去講個中煙飲食清吼，它熱量很高，都蠻不錯的。啊，對講，你就講，你條水果都唔可以買，大家都有種到，種落去個食安尼。哦，故說也就看到就自己坐在家裡面，去揀拿來中煙嚟食安尼。是，剛你做等下你聽飲用，老幾隻下來冇？好，來傳東西。好，但係係假絲嘅。哇！跟鹽都一樣。怎麼按就榴蓮啊？哇，好香哦！你生意了給我感動車。哦，你看它的黏，有沒有看它的膠質？走後一起。有泰國都內老味嘅，料不一定。哦，這都條件嘅，好，很多料哦，好多顆哦，料條大家多。可是泰國種到亞老味好像有點危險哦。哎呦，要小心點的哦，冇啲啊，山坡地很多。那這樣怎麼採？去送去就好啦。去送醫？送去看那就好，就當嚟用台安尼。你要注意安全哦。好。菠蘿蜜熱帶產地印度熱帶以南區，係熱帶天氣重要嘅果樹。在文獻記講，這個鹽係從印度來嘅，因為果子甜長油嘅名嘅。樹果做得有20公尺安高，龜頭係油嫩，公麻強頭。當然熱天、秋天係樹盛期，果子從圓形，看起來六角形、五皮嘅樣嘅，青苔做得有50公斤哦。哇，泰哥，佢大粒就佢用小樣本嚟粒熟嘅啊？我用大，糖油係。糖上鹽哦。嘅。怎麼拼啊？好，蠻好嘅二千硬，當棍，好嘅大到衝咧，泡嘅咧都好咧。所以那一顆可以是不是？你要兩張都可以啦。你一邊鋸要怎麼一般拿？我幫你好不好？不是啦，你還小，我用刀割下來就好。哇！凍蔥吧？
怕我被拉下去轻松哦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哦，来来来，辛苦你了，哦，真的好重哦，看一下，来，好大颗，可是要按开电饭有生，这个可以杀了，现杀可以的。好，要用来吃啊，爱吃。哎，董秋一牛哦，哎，软软，哇，跟盐都一样。怎么按就榴莲呐？天哪，是长这样哦！你就把这个肉吃看看，这个就可以吃了。哎，对，哇，好香哦！也有老棒的啦。来吃这颗哦。哦。其实迄个口感同齐诶。哎。然后啊，仲有嗰種榴蓮嘅香味都有留意嘅。伊老榴蓮種嘅同類的東西啦。而且加了嘅甜吐酸凍糕誒，嗰種酸酸甜甜，而有一些像刮嘅乳溝溝，還有那種脆度，又有榴蓮的香氣，這樣子。對啊，所以講你種嘅東西，你要揀純粹甜，你咩冇合適啦。所以它要帶一點酸。而有一些酸酸那樣的。帶一點脆。那我要再吃一口，我覺得好好吃哦。多吃一點。真的是讓我大開眼界。這個女人吃的真的很。會美嗎？會吃會美麗嗎？會美容的。會美麗，那再幫我多包幾顆哈。冇問題的。菠蘿蜜品種當多，料到尾嘅上係豆漿果，提前係皮凍硬，肉凍盤要倒水，面細甜，品質好。蔬嘅果子用途當多，除咗上色以外，還做得做果醬、罐頭、曬乾來煎糖。聽講還做得做食材煮出福米餐哦。味料變醬，還滿足嘅食落，就甜甜油太高，嗰隻下一粒太粒嘅菠蘿蜜來嚟合作料理。哇 ！Hello，展太哥哦，你看啊，給你帶了一個貴重的伴手禮來咧，做得人合作料理嘛？做得啦，加肉啦、農事啦，嘅自種可以做料理。站子強太高，南投菜天客家人，身體溫和，客氣又謙，佢對料理當有熱情，係啲有好數意嘅阿妹祖傳嘅客家好米絲來嘅，好煮食，古時年年堅持堅創新，是為了尋到菜天熟悉嘅米絲，老料理嘅精髓，傳承老分享，就係家嘅快樂，老成就嘅來年哦。哇，太哥，你要處理一個菠蘿蜜？他準備按的東西，這些都用得上嗎？有啊，總可以用得到。真嘅？因為佢冇好處理。而且我單槍嘅豆味，你就準備了1、2、3支耶。係啊。那有什麼配包你要告訴我？而家豆味先最濃啲入到去。做乜嘅？係等下人食好食。是哦。嗰時候加啲一種黏黏的，它怕油就對了。啊，所有嘅油咁要檢查，就一般的油就做得。一般的油做得，沙拉油、火油就做得。前面這部分要用嗎？這不用。佢唔是，佢冇用。哇，好香哦！而且糖果也給迄餅糕會很好食的。餅糕嘛好吃。是，哇！且可樂也給前面部分，它的那個膠質啊更多哎，超黏的。你看我連手套都會粘上去。哦，你看它的黏，有沒有看到它的膠質？超級黏的，而且糖果按用的呀，對骨頭都好誒。很香哦，結合的嗰種反酸、黃梨，還有榴蓮的香氣都有。哇，太哥，你呀哈切下來，我看你的手都已經弄到那黏黏的，全部都黏在手上了耶。菠蘿蜜唔但將啲雜嘅時節為啲廣風流出拍色嘅呢。切果子嘅時節，你會啲切開嘅味素流出黏黏嘅呢咯。故時啲切之前，會先用沙拉油裹啲豆嘅烘，帶點塑膠嘅蘇打味，嘗試啲糟蹋過後，變做當難處理嘅麻煩。好，泰國家要開始分解之前數。先對冇一些油。你要冇少一些油吼。那個看唔係鹽多貴卡。哇，其實處理這個成本很高誒，但像喺蘇打味，就已經分得幾下夫誒吼。甚爽嘅。對啊，好。人家頭農事要用到資本過來。是。先拔。可是感覺農事其實老用很近誒。所以你看它一時一時拔過來。
这处理起来真的太用手工了吧？而且一粒菠萝咩按太粒诶。一般中午吃后安尼啊，差不多2点钟。真的，2点钟，刚很不符合餐厅的做法。传统应该都会捞给先处理后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要先处理好。啊，亚给嘞，亚给有牛肉，亚给籽的部分，我也要一起吗？一陣間還用刀去割開了。行我這個割開來哦。哇，行我這撈給拎開來了，要拔出來哦。天哪！加過來，亞給鹽，然後牛肉絲的部分全部用出都冇用啊呢。係，用都冇用。是，好，那我來撈天數了。好。還有其他的那個事情要注意的冇呢？菠蘿咩係動多嘅細果子，其中啲果心組合嘅切合果，細果子嘅果肉金黃透光，香味甜。太哥講，細果子地度嘅奶色重鹽，撈凍昂嘅濃絲都用無同樣嘅食法撈煮法，唔過鹽上色有細土，食落去會唔舒爽，而煮熟爭做特色，根本亦係要學到嘅哦。好，泰哥，今日嘅菠蘿咩咧？前置做理已經做好了，咁下個來睇做出來，我講下做乜嘅？啊，同教人做嘅菠蘿蜜蝦卷。菠蘿蜜蝦卷，我最愛吃蝦子誒。好，剛剛要來處理。人家先頭要人家裝下來嘅肉了。對。先攞去蒸。好，你個呢係已經蒸好些菠蘿咩，然後給蒸過誒。係。啊，你說這個把它搗成泥，是不是？係，要搗成泥。好。哎，可是按勇，其實這種做法也可以把它拿來做很多種點心，對不對？做對了。哼，從剛它簡單，跟種原本那種黏黏的那種膠，讓它整個還有含油嗎？含油。還在這上面是不是？係。哇，整個還有給它香味，真嘅較久誒。係啊，較香。試試看一點點，慢一些的吃吃看呢。嗯。米絲。也個酸甜的米絲真嘅很看呢誒。哇！但相對簡單的狗牛，然後給整個還有變出來這種蓉狀，我就很佩服大哥的創意了。而且等一下你有老鴨給下公保用下吼。好，這個蝦子我們就要怎麼處理呢？你先頭給它挑啦，切絲。嗯哼，米有留定冇呢？係米有留定。啊，米嘅部分做嘛該有留定呢？點解係炸甲較好拿？嗯，今日動我嗰個。老幾個長米哦，老幾先拿出來吼，我等下會影響到家嘅口味啊。誒，做嘛呀？特別要拎開來咧？佢嘅一件切別團來，點解人炸甲咁冇攪起來？哦，是哦，原來每被攪起來係要按嚟切咯。係啊。哦，好，那泰哥，呀個包落去這個蝦卷，不就是變成是甜甜的？係，所以你要調一些米絲。我調一下米頭。加一些鹽。看你要加什麼調味料，鹽巴，為它提升它的甜味，對不對？還有呢？加一些麵粉。麵粉，做乜要加麵粉咧？加一些麵粉咧，等下人炸就食到較扎實啊。哦，這樣唔會那種散粉粉的，對不對？好，我攪勻，然後就做落去爆香下咧。各位落去泡，對，就可以吃了。對。哎。都在葡萄的菠蘿咩會媽咪頭腦，等下人食可能就會了解。好，攞整個嘅菠蘿咩到調調圓圓攪一下誒，同樣先高調嘅沙拉油啲薯巴狀況，上次呢有鹽素嘅問題，過用盤盤嘅留家下已經處理好嘅蝦公，一粒一粒包起來，高本調嘅薯泡粉來添鹹。等太過後，做得了解是不係因為人煮食，將產生清晰嘅道理，就像變起水用嘅，不愛吃到當快樂哦。好，那太狗呀哈呀個蝦公啊，我落去泡之前，你要先沾着是不是？要先燜一下食粉。燜一些食咧，泡粉啊呢。好。燜好過後，切隻就不用落去啊呢。燜到一定就中落去，等我電熱。啊，等幾久咧？要炸差好2分鐘。2分鐘，等伊泡起來就好了，對不對？都對。可是你做嘛該一開始唔可以用菜價用菠蘿咩嘅果肉，而是要把它弄成蓉咧。因為食嘅纖維嘿哦，較粗啊。唔夠辣蝦公啊，落去炸，食較到無辦法伊香土牛殼。了解。口感模糊啦，但係對大多安尼泥嘅把落去炸嘅把口感較好。真的，所以咯應該有一些像五種那樣子，對不對？對。
一下就差不多哎。哎，而且它那炸起来那种金黄色一个用哎，很像那种棒棒腿耶。哎呀，颜色好漂亮哦。还有松嘛？加一下。加一下。先嗰面再用太步攞件必搖出來，就做得了哦。做得嘞！哇，汉江的色同上颜色嘞。葡萄變到刷刷簌簌嘅下件流起來，特別切到拄好太細嘅包麥來擺盤，個黏到嘅美奶子就好細了。撒下來嘅食材看起來當豐富，色當醬又當刺，天熱重要嘅係要攞酥油齊齊嘅青菜切做平長嘅幼絲。太哥講是要做得準確嘅把握食材嘅特性，做得變化出嘅樣嘅就行較多了。好，太公表現了兩個刀工，然後大用食材弄到很強，而且這樣子每一個都是剛剛好的粗細。那砂鍋來處理雞肉哦？哎，不會吧？你這個也要切絲哦？哎，要麼叫我切絲。你們哪要切到咁暗油誒？那雞肉嘅香味暗粗，你講切一塊一塊的話咁做唔得咧？切一塊塊的話，還有食着口感較慢。真的哦，我說下面你 TPB 人正批剛剛嘗試出來的，是不是？係啊。哇哦，真勁誒！你看泰國做事情勁嚴條誒，超嚴謹的，跟這個原本他設定的各種青菜水果的長度粗細是真的一模一樣的誒。食落去很 Q 會甜食耶，那種綿綿綿綿啦，都追出來那種膏油綿密不會散的那種感覺，這你會不會印象很深刻？你覺得這一道菜你給他打幾分？80分，剩下20分可以怎麼改進？夜市咧，砂鍋內有做。不然就滷鍋。我滷一下啊。調一下米絲。好，我用了調兩個黃金比例咧。米酒1湯匙。米酒1湯匙。就那個米頭啊，其實也是主廚們他們對於味道的那種敏銳度有冇調出來？也給黑頭油。半湯匙。嗯哼。有些油。按本等下做較夾條嘅黏米啊呢，胡椒粉。椒椒啊比黏米較好中冇，然後等下就赤椒都拿來炒。等下再加拍拍粉同蘿蔔片丁粉啊。嗯哼。因為你加片丁粉嘅話，就會特別嘅米絲保味咯。哦。啊，你高油也高水。泰國老外講，因為肉絲地度嘅卵白質含量當豐富，又當然。直接變落溫度表嘅時節，較會綿體水體，故所用到嘅片底粉來填醬，唔但將做得熟係肉嘅翅，還做得炒出香嫩好食嘅雞絲哦。泰哥，聽你準備要用炒嘅，為什麼又是油鍋啊？先落下雞絲咧，先就用油去來鍋啊。為什麼？等下洗就太嫩啦。哦，才會這樣滑嫩滑嫩的，是不是？對呀。這樣可以了嗎？都得嘞。都得嘞。好，先攞佢留起來。啊，等一下不用過炒不？那泰哥，先落去炒，噶先不用嘛該？先炒薑嘛是。先不用薑絲，落去煸薑一下。砂鍋來咧。我鹹菜。鹹菜。那這個是主要是把它的香味先把它弄出來，是嗎？同嘅香味先炒出來。香味先炒出來。我係咧煮個嘅濃絲。濃絲不用落去。濃絲不用落去。哇，那個濃絲基本上就會常常都做得食，那要炒到怎麼樣程度啊？炒冰圓啊。冰圓下來啊，我嘅纖維係較粗細落係哦，你啲切切啊，所以要炒冰圓。不說你加熱過後也會變圓，對不對？而家係加一些水落去。你看啱，纖維比較粗。要不如落去煮啦，煮冰圓啦。好。係加人落去調味。用一些洋菜。要兩方煮都得。溜會提味就好了，對不對？好。
再接下来要放什么呢？可能要其他的配料，然后去加点过油嘅鸡丝中花落去炒炒的就过得。OK。哇哦，那全部不用弄了一些，好像在画图一样哎，七彩盘一样，颜色好丰富哦。有人做咧规矩无嘅。好，大火快炒一下就 OK 喽。来，哇哦，上香诶，里头叫做炒过后快炒的那种香气，等下你会品尝看啊，可能都在你使用。生下來切做塊嘅三層肉，通過溜溜嘅爐膏，保留咩嘢滾水煮高流起來，小小嘅時節煮騰芒，蘿蔔提肚並落葱嘅薑麻、蒜頭米、老鹽向下炒香，高撈已經燙好嘅三層肉，用大火嘅火天天嘅落到入面，掠出保留咩燉肉，本來有一種真到無卡適般嘅親切感麼。哇，冇想到啊，這成都嘅酥蛋糕按太啲嘅菠蘿咩啦，大家都想不到到底怎麼樣變料理。在你們的研發之下，竟然就會變出按都用的創意料理耶，對啊，超厲害的。那就先吃這個咯，連跟這個美生菜一起吃嗎？好。你看到嗎？冇想到都呀哈，吃落去很 Q 啊，會甜食耶。那種綿綿妹妹啦，都最多那種膏油。绵密不会散的那种感觉，这你会不会印象很深刻？而且里面给蒸煮过后，我发现它的香气又更浓了耶。水果的味道。那这个菠萝麦给本身呢，它是那种不是单一一种水果味道，可以给它的好多种水果香气，用它都抵度，吃起来懂清爽。大姐你觉得呢？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因为你这个还没。等等，老公还有做研究做菜色做好几年，你觉得这一道菜你给他打几分？80分。80分，剩下20分可以怎么改进？就是让你不用做给你吃就好，就可以加20分。对，希望是。好，这个你都是，而且它咬够黑嘞，它这个都还有原本的它的算是粘性都还在这里。而且都不会跑到一层酥酥脆脆，底度又是那种下工完整的肉，真的很棒。然后再加上外面一层像美生菜呢，做的解油腻。啊，其實你打到過面嘅，洗到面是較無窮。我本来是这种时候就会吃到这然后榴莲有一些穷哎，你看那种绵密的感觉这样子，比早晨上次跟它还看绵密嘞。好，听从的高黑话换吃这个喽。又係壓榨過嘅，又係直接落去炒，所以兩種嘅你可以夾住我先。哇！下杯黑用口味，上面是用炒的。好，来吃吃看哦。真嘅假嘅 Q 感覺本種很驚喜耶，有脆嘅，有嫩嘅，有軟嘅，有半嫩嘅，全部都喺底度。而且落底會附酒鹽啊，還有個鹽落去，所以講你吃落去味道啊就變得很鮮明這樣子，而且完全猜不出來這個是饢絲哎，而且我覺得啊，董昌用口味，它好像在嘴巴裡面有一點像吃豬大腸一樣，都咬不斷。很軟。很軟，按過用炒的呢就較好，較夾手法。有煮過。菠蘿麥燉肉，簡單切開嘅三層肉，實做得啲清米擺盤嘅時節，呈現出金絲塔嘅樣誒，落到飽滿甜甜嘅色，還忙食就不愛吃到凍鵝腦誒。菠蘿麥嘅鹽落在嘅口感，有苦啲嘅甜味，撈羊角嘅餸，搭配起來唔愛食又唔愛油，落在手面嘅老肉係一出層次同清楚嘅好料理哦。太狗太近，像你们这间餐厅呢，開到行了幾多年呢？4年了。4年了哎，这一路4年多，其實也沒有算很久哦。有沒有什麼很困難的地方嗎？比較困難就講，都因為係食不開你，我媽媽的廚藝的料理，啊，米用就2年前，我媽媽這樣時就身體較唔好，我媽1年前。就這位，他這段時間就心情較唔好，因為
妈妈给样是金破片啊，精神啊、金钱啊，一直投资，所以你对店的这种精神，无像面方一样啊，就两公婆安尼付出的这种心哦，你知道。因为我知道妈妈对你们会开启这间店，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。那后来呢，妈妈离开，我相信那段路应该也不好走，而且好像大姐跟姚师都好有恭喜你呢，对不对？要是老贺又都出世，懂辛苦啊，给段时间。不过其实今天老人家就相处下来，每次都讲，之前讲那种巅峰低度的太些事情啊，好像是你们一家人在忙上忙下。但是我觉得那种幸福其实也很实在耶。不过像太近啊，都看懂啊，都给天数太狗啊。其实你是扮演一个懂重要的角色，都要新年来天天太狗安用行，这唔去甲心情好嘅转变呢。对啊，他摆就会压力动态啊，就会想诶出一行诶，就放松心情啊，转了就某 Q 用又很有活力继续工作啊。对啊。啊，你天天太狗做的话，大哥当然有要在店，我继续行下去能摆目标。那你自己有没有一些想法会提供给大哥呢？会啊，就是在后面支持他这样。默默的支持他。对啊，我觉得有人往前走的时候，需要后背有一个力量支持啊。哦，糖豆胎记供这一段话其实很重要，就像你刚才说，就是在背后有一个力量，就是让你知道说，大哥你继续往前走，你可以很放心这样子。但你希望能摆个航向用的有冇该新的规划冇呢？就越做越好啦，就一间店越做越好么？毕竟那种东西算良心事业吧，啊嘛冇以贪便宜的东西，原物料慢慢会贪便宜啦。那你做就做得顺，做得好啦。啊，对你下平样就从这个不卡你安尼感觉，就不卡你这种感觉。饮食总系伫新旧世代之间流转，老米线总系越旧越香。新世代每当我运用考试，伫米线地度发挥新意。好嘅传说唔但像系食香米天天。对身体都翻作之间嘅关联，一点一滴地累积嘅当到本人亲密嘅故事，经过时间嘅锻炼，人情嘅加温，实地最多嘅米线，可能含有记忆、情感，放灯翻彩香，人哋讲到有来有去，唔爱说。南投县喺台湾唯一一个无挖靠到海嘅县上。因为地度连连沙沙嘅高山主动下来嘅季节水气，唔但将带来嘅丰沛嘅雨水，咪种出来嘅特色嘅物产。林太哥坚持冇用化学皮料、冇食药嘅种出来嘅香球嘅一个风意米，唔但将米线当好，还个口感咪当香球哦。另外啊，油太哥适应菜地嘅体型种出来嘅菠萝咩树，唔但将次次拿来食，连系做料理都当合适。果子树动态，咪变做菜地特别嘅景致哦。料理熬年善用食材，变化出来嘅餐桌香烟，唔但将带来嘅三马蛋糕嘅米丝嘅美好，还卡传承等安尼丰富嘅好米丝。我记得咯，料理就系一种情感嘅延续。下种好米丝，安尼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